阿伯里面办事，但伊啊爱情大本，伊啊敢会买上啊？因为买上啊无钱，伊就爱死，所以就变成创作建议啊，就是因为咱人生较好，一朋友、朋友，啊就是一边会爱是，所以这是社会的力量，所以咱无爱甲改变，但长时间如果咧，你若咧选择，你若咧选择这项，会当两项都袂当有啦，所以咱真心诶，当容易伫咱生活当中，每一项拢是咱诶心，所以咱无爱改变，长时间爱到计较，还是爱到比较会了解，因为要长时间诶，你要了比较，人过去世，人尽量真快好过，所以呢，世人永远足济，永远足济，咱就是讲，咱无做了解，所以一世人，伫这个生活上，做困难，做了导，所以呢，咱去经历到了后，已经知影，这个是爱办法，像咱的天平方面，到咱的实施，改变，无咧，咱老师人来，是不是爱当款，调咱实当款的生活，会当改变，到底即世会当看见，目标看见做。对方不有改变，一旦改变，所以一旦请来信任来，袂使压力是嘛？后是得当与咱我所以感情。希望这样的做到保卫身体健康也是一起。感谢各位主席前到一起公布，分到一起公布，